破夜的僵局，不经意靠近，却激荡起涟漪。思辰，害怕？嗯。怎么害怕呢？我不是在这儿吗？看来这个恐怖片对你杀伤力这么大。害怕吗？一个人在梦里陪着自己，当星星来解读。害怕不怕？是你出其不意，打破夜的僵局，不经意靠近，却激荡起涟漪。如果说命运隐藏着玄机，突然的关系多措手不及，为何我的眼中会慢慢变拥挤？人海中往来却只容得下你。当爱如期来至他心底，晴天必去赋予你权利。在莫测的风雨，你的笑让人安宁。原来幸福结局就在我手心。醒了，尹太太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里可甜可甜了。不是在做梦。今天干嘛？和我约会。